好听吗，陛下？陛下猜得出来，白泽弹的是哪首曲子？朕只懂打仗杀人，对这些风雅之事一窍不通。没关系，陛下若是想学，白泽可以教你。不必了。朕自幼学过音律，觉得枯燥得很，不如舞刀弄剑来得有趣。那是因为师傅教的舞曲。这样吧，陛下与白泽玩个游戏。陛下听琴辨音，听错了就要喝一杯酒。哦，那如果朕猜对了，你有什么可以奖励朕？陛下若是猜对了，白泽便亲陛下一口，如何？有意思。是弓。陛下猜错了，是伤。再来。是指陛下又猜错了，真正的答案是雨。可惜了，陛下一个都没猜对。不如这样吧，白泽替陛下喝一杯。算你狠。陛下可是生气了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堂堂邻国太子，居然如此精通这些靡靡之音，难怪你们邻国打不过我们大圣。陛下，陛下，请留步！我寻到了一壶好酒，特意来与你一同品鉴。邻国匹夫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剁了？放肆！你无视中官阻拦，强闯御花园，意欲为何？陛下无视我多年忠心，同心一个邻国质子，又是意欲为何？朕的床围之事，还轮不着你过问。老子是大圣国唯一的一姓王，你区区一个邻国小白领，你给老子提天都不配！来人！将雍王拉下去！老子自己走。闪开！反省好了吗？臣无罪，若是有，也只有太过爱恋陛下之罪。朕是君，你是臣，朕要你死，你就要去死。
而你身为臣子，擅闯寝殿，抗旨不遵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朕，难道你的男女之情就可以凌驾于你的忠心之上吗？臣只是一时糊涂。罢了，若你真知错了，朕也不会同你计较。朕还是皇太女的时候，是你大力扶持朕登基。这些年，朕与你屡屡并肩作战，情谊的确是有的。陛下，可朕只把你当过命的兄弟，并无男女之情。说来说去，我还是比不过邻国的一个小白脸。你何必和白泽比？他只是我的枕边人，而你，永远是我独一无二的忠勇大将军。雍王殿下，陛下命我闭门思过，你来干什么？殿下受人愚弄而不自知，我若再不提醒殿下，我大圣可就要被邻国吞了。当初为了那10万邻国战士，我与殿下朝堂相争，殿下可否仔细想过，那10万邻国战士的命，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你的想法，难道是陛下的想法？陛下被那邻国太子色迷了心窍，爱屋及乌，赦免了10万邻国战士。可若陛下与邻国太子诞下了皇太子，或者是皇太女，那邻国太子可就是大圣国的太上皇。你闭嘴！陛下血脉尊贵，岂能容邻国人践踏？是啊，我一直以为殿下才是正君之位的候选人，可是半路杀出了个白泽。那陛下就是喜欢他，我又能怎么办？也对，陛下是君，我等是臣，只有帝王才能随心所欲，想爱谁就爱谁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可惜了殿下的一厢真情，付诸东流了。你看看你做的事，军队无人值守，将领闭门不出，士兵在营中高呼雍王，你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陛下，你为什么看上那个一无是处的小白脸？我哪一点不比他强？你到底要朕说多少遍？你是你，他是他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比不过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认输。我做侧军还不行吗？你别逼朕。侧军还是逼你啊？好，选侍，面首难宠，你给我一个位置。你只能是朕的雍王。我不要当什么雍王，我是想要你救我。你疯了吗？只要你试过我，你就知道我才是真正的男人，比白泽那个贱人强多了。就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你给白泽提鞋都不配。
别逼朕杀你！殿下，属下已经传令给兄弟们，只要陛下一天不召你回朝，大家就都在家里歇着，不去当值。干得不错，你去库房拿些银两，备上好酒好菜给兄弟们送去，就说本王谢谢大家了。多谢殿下。陛下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是没有那个小白脸不行，还是没有我不行。幽王殿下，你怎么还坐得住啊？大祸临头了！陛下要本王闲坐，本王当然坐得住。军营将士拒不当值，为殿下请愿，是殿下的主意。殿下这番作为是在送死。军营只听将领，不听陛下的，古往今来哪个帝王能忍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只有我认他做陛下，他才是陛下。如今陛下被白泽迷了心魂，无心摄政，文武百官早已愤懑不已。不如就借此机会，由我来做圣国的王，除掉白泽，封陛下为后，一举两得。陛下批完了？没有，只是美人在侧，红袖添香，朕的心乱了。为了不让陛下做个昏君，白泽先告退了。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有多不好？说来听听。幽王他号称清君侧，率领破虏军将皇城包围了。清君侧，他想清掉谁？朕一再容忍他，想不到竟养虎为患。你居然因为一个白泽，不顾我俩多年情分，起兵谋反！先不顾我们多年情分的人，是陛下呀！朕封你为雍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！只要我还当一天雍王，你就只会拿我当打仗的狗，你永远不会把我当男人来看。朕当你是出生入死的袍泽兄弟，可是我只想当你的男人。你让我整天看着你和那个白泽卿卿我我，我宁可去死。那你就去死吧。陛下，不知赵臣前来有何要事？待朕拟定诏书，将雍王贬为庶人，发配南疆，终身不得归境。陛下，雍王谋反，罪大恶极，如果不斩草除根的话，只怕会有后患。
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退下吧。是。这酒是富春楼的，菜也是你爱吃的。这个就是本王的断头饭了。陛下一心要将您当众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我等尽力求情，但陛下圣意已决。他竟如此辱我！原来我在他心里竟然没有半点情分。殿下，如今白泽胜于正宫，若是殿下愿意，我愿代为求情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啊！本王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让我向白泽那个贱人求情？本王宁愿自我了断。陛下。